OK，YouTube 應該有啊，YouTube 啦應該有啊。OK，天台這邊未開始。各位，是咪機會一個？呀，這個我好笑。各位，唔對啊！各位聽眾，各在歡迎人都對來收聽邊個今日幾個小學故事。這禮拜我咪講你幾個故事，我唔知啥物嘢你當心好。我係驚我 computer crash。所以當我介紹我特別嘉賓先，特別嘉賓先到底club YouTube 片嘅人，唔是 Google Meet 片嘅人介紹者。按照 Google Meet 人個有人冇開目鏡，冇開 camera。另外係咪臉就冇係嗬？有啊，感謝，拍開就 please。有時嗱老趙介紹起，hello，歡迎 hello。佢先至老趙把來過了，人係咁滿煙，歡迎咁滿煙。了佢博傾，歡迎博傾。係。佢攞隻新龜，誒，你查某三百塊貴，查某你名咩？海都，你把來過啦？定嚟過啊？哦，定過節 ，OK，海都，你會拍環哦？嚇，安怎？你 camera 會拍環哦？啊，等埋看到你面較大咯，然後個哎呦死啊 ！Hopefully 我 computer 會 crash。唔是白天嘅小妹啊，就嚇？個上邊個裝嘅小妹。白青。哦，maybe 是白青，你是白青小妹咩？一聲臉咩？因為我嘅驚，我買當半行啊 ，because 我 computer 成日被 crash， 我嘅驚。但是講 computer crash 嚟講，阿龍都 continue 講，了要落 email，你 crash 你都冇落。冇啦，攞 boss 就成啊，我嘅驚咧。要試我病啊！我你講咩做人，特特地地煩惱講， computer 係 crash 未 crash， 我只激心真係哦。咁但係平時你同真做都俾線你 computer。了，哎呦，CT 講，佢就會來一個。哦，即係冇答項，我歡迎老趙冇答項，แล้วก็係咪海都歡迎海都不對個不來過嘅，特別我有隻新椒嗬，是咩叫咩咧？新椒咩咩啊？我講開 spotlight 喲，我 computer 開版，新椒都咩？我我就你咩？我是 Jimmy 啊，我名。我知啊，自邦啊，Jimmy 自 B 啊，你名自 B， 就自 B 啊，你名。我actually 我是有有卡面。我係 friend 入邊有嗰時叫我這方面啊。嚇，叫到邊方面嚇？我我係 close friend 嘅，特別嘅叫我咪咪啊。咪啊嚇！誒，聽我聲嗦聲讓我聽到，嗦聲聲咩？喲，咩嚟裝棒炮啊？你是到底 Google 喂，MC 嚇 Google Meet？哦，這 Jimmy 是這個海都成日是點水，誒聲讓我聽到海珠誒。海珠你麥成個是未好事，一直 mute 掉啊！好 OK， 誒，阿真係只話頭是作邊啊，本事相關嘅。好啦，鬼告訴到誰來看呢？
你學木勁家姐咁換人仔，就講旺達都講佢幾個數咧，都是出問題。但係反而唔知發生係咩事喎，可能嘅時間嘅份啦。我隻唔是我隻份啦。是嗰個咩？話頭先做咩半時間咧？佢講。OK，別記啦，咪啦，但係啦，就接咧話第一，但係叫你咪咪啊，咪咪佢冇咩學緊話誒比數喎。你就講人係你咪咪啊，你台灣人講咪咪都真係少意思喎。係咩事？自閉。哦，OK。對，咪，係你哦是零咩？是零唔是自閉，是零啊。哦，台灣呢個台灣咧，咪咪是。哦，OK，那叫咪咪零咧。OK，咪咪零，係你咪咪零，頭一擺嚟，出試下就係咪咪零啊！你看到你小影響，你看到你當看你個，哇，係咪嘅聲啊？邊？啊是咪咪零嘅聲，啊是這裡。啊是。哎呦，是你啊！你用咩麥？是3個半。哦，咪用，哎呦，是安怎好啊？你用 headphone 聽，唔要緊。特別你話你麥去你 computer 麥啊？啊是你用 computer 上面？我唔知啊，我 iPad 哦。是個別話，你真聽你講話，未必明聽你講話啦。明明你 troubleshoot 或者你開聲，你講話嚇？你這是正啊，是巴斯馬拉美 AirPods？ 正啊，3個半會記哦。啊，總你會記哦3個半。你咪我係3個半。誒，我3個半講了2年咧。哎呦，沒有啊！所以你就沒有，你看你冇講。你是還沒說啊？唔知我聽到刷刷咔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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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嘅聲。啊，當然冇啊。刷刷嘅聲。啊，當然冇啊。啊，我個有啊，個就有啊。你係 computer 唔就 interference 係上面邊啊？物件 WiFi 係咪物件 ？Anyway， 啊，有冇呢？喎，有冇呢？你是唔是 charge 掉你 iPad？冇啊，我冇 charge 掉。哦，冇 charge 掉，唔真奇怪啊！特別好咯，即係邊咧學緊幾個數，特別本時帶 support 呢，特別講幾個數都是冇上嘅物件，冇上物件啊！安尼我成 mute 成咯。啊，特別你 try 用你喺呢款，咪用 AirPods 直頭用你表演呢，冚你 AirPods 先係可以。我 try 過。แล้ว哎呦，我 sorry 啊，但係喺度啊，亂唔掉人。我看到一面，哎呦，夠喎！阿無你，等我看看有，嚇無啊！你 still 有啊？無啊！哦，一定是我你 AirPods 冇 battery 啊？唔要緊，你看到嘢啊！แล้ว特別好，แล้ว你橋你邊條，佢個中位，個中。哎呀，哎呦 shit！See what computer 該辦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你知唔知我 computer 辦是只件啦？人哋話 mouse 啊是辦那個2 second 嘅啦，所以我唔知安怎但物件嗰啲物件就出嘅啦。OK，當然中啊，你邊中啊，當你看到我時，你看到你邊就中啊，就安尼未掉過到你邊啊。OK， 好，阿彌陀佛，人拜拜就係看到阿彌紅光、阿彌天光咁拜拜，就係學我 computer 忙 crash，然後加學這裡咪咪零嘅，一聲忙嗶嗶白白。OK，咪咪零 ，OK，咁。OK， 就好咧，是當然啦，你看到對，人嘅老招會嚟講幾個數是你都就咩下博傾，比較啲會嚟講幾個數嘅話，人嘅博傾。So hello，博傾嗬，博傾唔是博傾參係你冇就係講咁樣就係講咁嘅啊。所以嚟講係，兩是頂到是你講到陪講到講咩老官處下邊鬼物件，所以你知道阿龍為你看鬼故事講嘅時候，你講哇個鬼故事我聽你講，後面嘅第好你第會記掉，好多啲人第會記掉，即個故事對到鬼嘅故事，特別我看到老人對啊啥冇物件，
呀，當時拄啊說你成講大媽去鋪底嚇，對，大媽去鋪底嚇，就學嘅面啊，你看你伊上伊講嘅即個啊，伊無成講，哎呦，我看到去鋪底就學嘅面唔算咧，伊是啊，大媽時候我去 office 做咩物件，時看到貴咯 ，OK，你要食咩嘅咩？無事嘅喎，啷做咩事會去到迄個地步咧？啷是常常見貴嘅啷？關係就好啊嘛，幾人有人就有幾嘛，對。驚咩？特別你關係特別是看是看真濟啦。你講關係就好。免驚啦，幾比人較好，人愛害人，對。幾隻少害人嘅啦。你看到幾個告訴是啊不，你看到幾個是啦，有蝦米物件啊趣味咧？你講幾個告訴是。好啦，真正嘅幾袂講出來，互你看伊面啊，敢是做戲啦，敢是你看戲嘅咧咩啊？伊面出來啊，你阿莫阿咩嘅咧節啊等等，敢是做戲啦。真正幾是你是拉沙着吧，袂看着誒。都佢你是南西啊？誒是真誒，我看你真好啊！我真正少看到正平平清清，我看過幾大刀爾，平平清清，本唔是歸來嘅迄種。是只我頂次早本來即個甲朋友講，我講真正是無看到規身軀血啦，記你是無安尼款誒。你看咧本唔知你看是歸來嘅。哦，你看都無驚 ，OK 啊，所以我無驚啊，當然。我免小驚啊，免小驚誒。แล้ว即係บอกเข่งรู้ว่ามีกี่個數你會記要甲我講嘅。有真濟啦，今年嘅幾個數是真正濟。安怎啊？學長位啊，甲是變成吉山嘅啊。哎呦，嚟講成吉山，我根本冇聽成吉山係貴啊，成吉山是出面有貴嘅嘛？是，伊嘅辦公樓嗰咧嘛是阿毛大嘅嘛，嗰陣。哦，嗰咧阿毛大嘅，嗰了啊，了有真濟幾個數嘅，有一個真出名就是紅樓咯，紅樓，捌聽過哦。紅樓是咧 Catholic 嘅嗬。伊應該是去頂面了，你個行路來淡薄，伊人是較早誒時是遮濟辦公樓 stay 到邊嘅咯，較早誒時我人差不多細漢誒時個啦，啊個是7、80年代誒嗰陣時哦，講十擺就去做去邊誒迄辦公樓 stay 嘛，啊，嗰邊度有幾個數誒咯，我家己本身冇經過啊，細漢時，我。你都啷把人在這紅樓是唔是係你 Catholic 嘅即個？唔是 Catholic 冇有幾下對 ，Catholic 冇有，最隔離係辦公樓冇有嘅啦。แล้วก็有一個是 Upland School 啊，古早 Upland School ต่อ邊做佢哋 Craig Hotel 啊，Craig Hotel 啊，你去舊你就記你馬係參起來嘅啊。有 OK，先講先講紅樓先。你去舊紅樓呢就是。伊人就講，你暗暝時，你若講大在經，你照行，你若講看到你可以看到行來另外一個人咯，แล้ว暗暝時，你會聽到聲咯。แล้ว家己本身時，我有細漢時大過平本，然我就是本身冇拄過，就是講我暗暝時困到喺紙人啊。แล้ว講就是有半區搭坡雜波嘛，佢樓頂嘅樓下嘛，雜波佢樓頂搭坡佢嚟啲嘛，แล้ว我佢嚟啲是特別名隻佢請我變到佢樓頂去，我家己冇感覺嚇，所以這裡成日我家己本身有多貴咯，特別你唔知，你家己是唔知，你佢請係個知嘅。แล้ว講無去聽到咪有咧，就是講會聽到聲咧，有咧看到人洗頭毛咯，喏，頭毛長嘅洗頭毛啊，咁樣啊。下邊上一間咧，紅色嘅。誒，最大間嚇，佢哋是真係出名咯，紅樓。แล้ว出名就是真係你上嘅 Craig Hotel 啊，唔是真出名。係咩 hotel？Craig Hotel，伊入邊做 Upland School 嘅嘛 ，Upland School 有幾廿年多邊做嘅嘛，แล้ว個搬到對落去格拉威嗰度嘛。冇傾啊！你看你個鏡頭，你看你個邊你頭哦，會較中下較中淡薄。我做 split screen 嘅時，裏邊就切。OK， 所以 Craig Hotel 就出名咯，你去交兵嘛，你嗰時抄嘅了嘅。
แล้ว你接佢正面樓頂啊，哦，喂，碌因為接佢啷答下招啊，特別領人啷知我只講嘅嘛，geography，佢學掉是大陸嘅，我大陸。哇！一個你若講去邊年迄表表學掉，你捌去過哦？你個人講去邊年迄表表嘛，就是一個電腦啦嘛嘅 view 嘅啊。你看到到你嘅 left hand side 邊啊，你看到是個辦公樓在人水嘅啊。OK，伊是地刮，伊唔是是唔是係咧？啊，你跟人講對面係。啊，經人講過錄淡薄掉。OK，嚇。睇你看你電視去啊，印度書啊，啊，伊捌做哦，去到面去嘛。咩？哦，你下邊係咪學得係咪幾個數？伊學掉冇是有幾個數啊嘛，咧學等嘅時冇是有嘛，咁哦，頂多是學等，哦，做學掉咯，做學等。多邊嘛，嚇，對，apply school 咪多邊做嘛。OK，咦，頂多你想話要去到，我別怪叫 upland，because 在鎖頂嘅。upland，咧最個佢拿經邦樓，你看，咁咧是無人大咧，就是講有幾嘅啫。哦，嗰有人驚嘛，驚個走啊，無人個去大啊。我頂過嗰邊啊，安尼干啊，按摩攏使大咋？頂過英國政府就水啊，頂面辦嗰度啊，當然袂使大咋，當然會大是較驚。哦，對。頂過呢，你講有借數咯，但是按摩貴嘅咧，有借人頂過按摩做咩事啊？去刷頂，你講人是愛醫病，醫病，做乜事？有病人敢若去。較邊幫助嘛，聖地嘛嚇，你是，所以佢哋有時係咪個別嘅身啊，就是會使講邊靚，佢哋稍微少頭一個啊，較邊可能人丁嘅所在咋。哎呦媽仆街！不是只一人死啊，較邊就是，你知啦，着個 malaria 係咪鬼啦，係咪啲去個禮拜啊，都是照死特別死甲辦淡薄啦，所以政府啊。定名死人是真濟啦，阿魔鬼是真呀，真重要講啊。你攞對阿魔鬼係咪無相啊？人拄着是。阿魔鬼加，但人鬼就看加響，比如阿魔鬼講阿魔話，阿魔話啦。誒，你我記下你人當中冇講係你 Doctor Kerr 啊，當然是係咪 The Cove 當中灣當中嗰邊啦。嗰邊隔離頂個阿人無聽是一個，伊是單中 club 嘛，就水辦個咯咪。好似咩？喂記，頂得落來先咯，講到嚇，伊是到底係曬狗誒，你學個身得對面嘅嚇。對對邊啊！頂個無聽是啊。係咪是阿魔鬼啊？伊是係你一個阿魔嘅醫生，係 Australia Doctor Kerr 嘅，伊現在伊嘛是只有類嘅咋，了伊到 Australia 讀冊，也讀過來做醫生，來邊咧伊做醫生，所以只早是只出名嘅，也讀買只厝啦、bungalow 嘅啦，所以伊大嘅 bungalow 就是較勁啊，灣單中 club，了是了尾是拍錢咯，日本人入來啊，伊度掠咋，伊走袂到。一度做家私㗎。嚇！伊知道日本手嘅嗬。呢度就是可以知道日本手唔只隻啊。哦。然後伊無死之前，唔講啦，伊物件個了被捐互迄個做大學嘅醫學院啊。所以當然。我老實講，伊辛苦，伊要建立辛苦和大學。唔是，伊只最累。哦，累。伊啊，冇用啦，你學日本定就拍個死人咗啦，就即係人做家醫師啦，你伊靈魂未散咯，就是咧。哦，即係伊靈魂未散，伊是到底伊網絡係咪掉？掉，就是家境處啊，我細漢就聽。你捌聽過係一間掉，伊安怎伊嘅靈魂安怎影響到伊係一間處啊？伊人看到伊嘅時，佢係啥物鬼告訴？唔是伊人唔得做啊，上家早嘅啊，一般會使做像 homestay 啦，落去睡bungalow會使咋。哦，另外大嘅。哦，安尼大間喎。有大間嘅。你睡是睡一間房，還是你睡幾大間？你會使睡幾個房，還是睡幾個邊使？一定個不是，因為幾下唔知背後就主要被人做上家做個 bungalow stay 啦。就早就做人啊，定個 bungalow stay 啊。
因為大間嘛，一落去佢會使看到海隻水啊，所以有一人暑假特別大個人10個人裏面9個人會使講加這個數。聽到告訴人，其實我細漢時我嘅哥是邊華小學校長啦，梁秀英啊，所以哇，你哥是梁秀英嘅。我係過來，然後人有幫佢寫咯，幫佢寫啊來，你們全部來啦，搞親戚嘛貴嘅，嘛是貴嘛，這期啊，伊就講有點怪，嗰陣時講華語嘅是校長嘛，是講嘛，所以有點冇關係，然後伊就買物件互人食啦，人囡仔就歡喜啊，食。所以你哥都感覺到啦，感覺袂8點鐘，特登流曬啊咋？喲，流噶，哇！我頭早冇唔知食物件，佢怪，不是食咧兩年幾年，直流啊，佢咩流？隔了人流，好快就喺厝咧大間900萬可能流。伊袋咧個隻啊，比袋咧啊，真古怪，伊袋咧是英國製嘅大粒，個了伊湯啊水湯啊大粒啊，槍是一大小噗噗嘅啦。你是講100萬啊？伊會，假如頂個是灰色嘅包面啦，即邊派甲邊有花，伊嘅水才會開袂開，只期啊無花出來有花嘅。一今暝個落雨啊，哎喲嘅，規暝未困，直接流曬。第二仔 OK 啊，你回去，他對佢噶啦，只傷心咯個，就是頭。咪假日呢，攏假日咪就對啦。本嚟斷浪節嘛，最多是 holiday，Christmas holiday 嘛，แล้ว我哋親戚掛國隊來，是說個斷啦，咪佢。แล้ว那是對佢影響就是，佢哋厝真係古怪啦，真係新正啊，真係，我細漢時候冇咁備好貴啊，你物件，即係話說，你心無清是唔是？就是講有物件夾膠咯，而家做物件未順噶了，一個流曬啊，到底流是到會依個直接流到把個物件冇帶流。無傾呢？無傾你到底你捌聽過？成日講你邦哥羅嘅幾個數，你是聽到咩物件？你按怎查落呢？邦哥羅啊，主要就是邦哥羅就是時鐘 school 咯，時鐘分校啊。時鐘分校古早，你知時鐘分校是有？咁你對打對面咧？Northern Road 啊，落本少嘅邦哥羅嘅對面咯。你知哦？美國 E&O 啊。對，喺喺當今未點心係咪啊？對面咯，我哋古早冇是隻邦哥羅嚟，我哋古早是隻迪順嘅邦哥羅嚟，但係所以咱講迪順記嘛，了咱講過陳樓嘛對，你知哦？古早是第慣嘅咯，變成咗稍微名意思真好嘅誒。了伊度嫁學，伊個查某囝度嫁學迄個胡世勇，食了米，當然是食了米啊啦，伊個查某囝食了米嫁學胡世勇就是伊是贊支持孫中山革命嘅嘛，所以你邦哥羅呢伊度規個賣下價啦，賣去支持孫中山去搞革命嘛，好似差不多是1900年嘅，反正是啦。了伊咧，佢哋邦哥羅呢，後尾就是變咗有日本手是冇嚟做伊人嘅headquarter咯。日本嘅嚟做伊人嘅headquarter。了日本是捌做過中華民國嘅領事館，清朝嘅領事館。攏講嘅一間唔是我想嘅一間哦。我真咯。我想嘅是迄個伊當然賣點心嘅樓下是一間哦。賣點心隔壁啦，點心隔壁啦。低啦頭前。點心隔壁咯。見到你看到你差咗掉，你講掉，我講掉 ，OK。掉，意思because 伊 originally 是嗰陣時國珍樓嘅啦，掉國珍樓嚇，伊對面 demolish 嘅時候，伊厝頂大樓落嚟啊，所以邊個幾個算是真正厲害嘅，就香港嘅人冇來開video咋，你阿妹你家行入去，你再去行入去，你唔驚啊，咪講，你阿樣就是有擺是嚟翕 video 嘛，阿妹去啊，接去。你會底，你也是看到物件啫。看咗物件。你聽到聲本嚟啊？我聽到聲，看到嘢咧。物件配出來啊！伊邦哥對邊啊嘛，老本少。對咯。台人伊本是愛賣互人做迄個古會廳嘛。對。老本少反對咯，
佢對食無好嘛，防最真誒，鬼啊，落冇睡覺睡哦，一個死去，新婦死啊，伊囝自殺啦，一個伊孫跳樓啊，一個死個了。佢幫佢聽無，伊落本你知落本書啊，伊無鬼先生，伊俾死咧像個高檔嘅垃圾咋，放到伊balcony嘅咋，司機啊，咱看講起安怎放呢？只放燈啊，等人，伊個唔知說，伊只話俾高檔嘅咋。伊厝嘛是伊冇標記呢，你在開警署嚇，但係阿毛羅咧，多嗰是Johnson嘅，Johnson就無好咧，搶到嘛，伊transfer 咯，就出來就是對伊幫個咯，Canon 係咪？伊個俾你伊個俾司機咧白色嘅，白色嘅垃圾，白色嘅，但伊垃圾唔是講你垃做啦，伊是係你就高檔嘅有鐵嘅啦。幫司機只衰嘛，伊只奇怪，伊做物件啊古古怪怪咋。就是講伊成日伊影響到伊做物件，成日無咪對皮嘅物件。影響伊條咯，了了，尾是佢哋伊對邊嘅時鐘分銷就袂好勢啦，賣出啦，放空啦，了時鐘分銷，伊是一九幾年就搬出去啊嘛，就放空啊，賣出，人愛買，愛做咧做喺無成，尾是講愛做咧古會廳咯。骨灰廳本是，我覺得。骨灰廳係咩物件？係你骨灰嘅人死嘅係骨灰塔。別鬼反對，我不過明白呢，別鬼反對。你實笨蛋啦。咪一般奇怪啦，伊幫是垃圾，鬼喺度出啊，伊驚頭條就自殺啦，你知啦，到底飛機啊，也係你縮家己白死家己啫。然後尾就一個。佢一個查甫囝死去，然後個尾是伊個查甫，伊尾家己死啊，尾伊個孫跳樓死個人多4個人啊，過咗4個人，人家人過咗哎呀唔對啊，做放死嘅垃圾，即係後尾搖落來咯，4個人死咗。包括伊家己，你司機啦，就是代表嘅啦。我諗啦，我頭先喺個放緊你當你放嚟冰啊，鐵咗冰，啱啱放車社會啊，你家緊住啊，其實講佢邊咧啊，佢哋貴嘅個，即厲害就是咁。講，我聽。就勁啊！你有當時每人啊，按照人買一期，當時每個孫啊，伊成績講，一期下面物件不會叮當嘅。伊家暑假，伊家己家暑假買高檔嘅。所以除咗隻老物件啦，你是講是老本少啊？古怪怪物件嘅，唔是係普通嘅高檔嘅。媽媽講係你想垃圾啦，買係你冰啦，伊是係你紅毛冰啊，了也多呢鐵。你實啱啊！你個bằng車社會啊，刺激啦，刺激。伊就bằng頭前嗰邊，了就是水咯，了當經伊搞了厝啊，當經迄個伊家自殺嘅啊。少是老本少嘅厝，少是老本少嘅。老本少一樣嘅厝嘅物件，但平時擺嗰啲國東啦，但冇人家大啦。有攤去參觀嘅無啊？啲冇啦。拍生嗬，啷講或者拍生講俾做廟啫咩？但係都冇醒過，講計幾年咯。因為愛我愛佢啊，一檔門唔捌開嘅啫，點解開檔門嘅啫？如果係檔門向條路嘅嘛，所以近下開就4門嘅。你啷？伊每次隔你邊啊，你順勢頭家己硬嘅買過來啊！啷聽到買別人物件咋？啷聽到安尼款嘅是係一間老本少嘅厝入面，就這鬼事，啷有成日講去傳道啊，上面去教是要教你咧，人講啊，這間係咪最出名？咪鬼故事要聽下啫。除了你死個了死嘅人，死個了一個係咪物件啦？咪看到係咪物件叮當啊？咪一個咪。冇，頂堆人愛做 event，本是做國家未好食，卡啦走出來。係咪到底本少會做 event 啊？你唔教，到啲規經就是無學人知嘅，但係就家家大家邊嘅。你就是講做 event 是應該基本少會出來人啊。
做 event。嗰時全部是貴新加坡啦。哦。有時誒本少啊，貴新是本是大乒乓嘅貴名嘛。哦，OK。小到時本是。我只是只估好，我冇咩記講，佢邊有一間老本少嘅厝啊，所以我不打對嘅時候我特別注意看啫。我冇咩想我呢厝啊，嗰時橋較水水啦，無講無人大啦，拉上波都橋水水啊，特別你拉沙冇咩掉嘅咋，零零嘅呢，一無想起人面有人大，特別只是無人大嘅啦。所以就當在是出來人無大下邊嘅啦，你樣是冇啦，冇啦，冇人介大。因為我是希望伊會開起來做 museum 咯，我要去看。是咯，是咯。有一個邦哥咯，真出名嘅鬼嘅就是嗰個真正鬼嘅，驚真太平大嗰個奧萊啊，奧萊，話如是叫馬子什麼哦，是唔是講伊 swimming pool？伊只隻啊，有隻 swimming pool 嘅，留一個 swimming pool。伊話冇幾長下講話係咪？哦，你我前先唔捌去過，我前先唔捌去過。嗰啲安怎你講話？你唔驚，你入去，你打一直唔驚啦。你古早時我去，當佢冇篱笆放掉啊。嗰啲尼哥講，尼哥個詞教啊。喂，但伊是尼哥是係你紅教尼哥，還是？你問來有鬼嘢講，紅教尼哥還是白人講尼哥？冇白人講嘅尼哥。阿咪。那個尾尼哥本死去啊啦，特別唔是，就是發現了，伊個厝就是上河你教授去啊嘛。哦，教授冇唔敢做半行個話咯。所以當今冇做半行啊，人家古來冇做半行。係條，一樣圍嚟呢。應該唔係就做些多，你可能是少嗬。是對，我人冇建議啦，但係阿未做過咯。你意思阿未是你樣？拄到鬼啊！是阿妹是冇本啊，冇關係本咯。有冇聽到係咪鬼個數據？我啦，伊樣本是真係伊樣家屬本就無好啦。破壞家己洪水啊！咁啦，但點解 fatty spot？咁啦是人地㗎啦就做房嘅，了唔知安怎伊地賣下價，了一個咁啦賣好勢㗎啦本啊，本是對啦。伊舊年是啊，伊真太平伊買房啊，可能屙嘛。特別我未聽，你講咪講你鬼，我咪再講，我唔係聽過黑邊嘅鬼嘅告訴什麼？你歷史咧，係咪數按照人哋大經處呢？呢這經，伊是好嘅人是阿毛處啊？冇以前好嘅人啊，就是真正鬼嗰啲第三派首領嘅驚真太平啊，真太平就是一樣開闢太平嘅嘛。太平嘅你司機啊，OK，明白。所以是真好嘅誒。伊是真好嘅，所以唔是阿毛來，即是伊是本地啊，還是中國來？本地人啊，哦本地，冇本地，哦，已經出事嘅。第三個波社啦，第三個波社，你伊人有聽過伊嘅故事到底下邊鬼嘅故事係咩咧？我是聽到人講隻吉利，但我唔知，我冇有隻吉利嘅水底有人死過嘛？哦，伊是最是人去佚佗受水啊死浸死去。因為伊喺這間厝是有捌大，伊個基本是捌大過，還是起啊冇大捌大，先起是有大嚇大邊，伊樣是 holiday home 啦。holiday home 嚟，如果而家就冇是大白為了歸來這邊是大邊咯。伊唔是大邊嚟嘅，大太平啊。依家係太平走去咯。上海hotel，上海hotel就是大迄個個你 number one，當然你正是伊個厝咯。你正水嘅，正家去了。嗰啲 number one 是咁我捌去過下，你到底伊後尾迄邊有賣嚇，成個 tourist 嘅物件咧產品咧。邊啊對。伊對面咯，伊對面對。OK。了個講到對迄個我會記好一間啷有地時啷我梅啷就好，伊到底哇，伊一間厝啊，伊是邦個樓啦，特別。伊是我喺你E gate 下邊嘅咋，後尾 E gate 後邊一間邦個樓。固定好，我哋冇條古嘢。頭前有 Dennis Scott， 伊就即是 Dennis Scott 還是係咪即 Dennis Scott？我記細漢嘅時候，我對我指甲伊嘅朋友人一定做在去，還是我嗰隻細漢我只多教會，所以朋友個了咁樣20歲嘅款，แล้ว我對樣去哦，是我唔知11歲嘅款，一去到伊嘅厝嘅時候。
我咧曉咯，你10幾歲囝吼，為佢要去哦，然後我去看伊個樓梯，伊厝個了是落個了啊，特別伊樓梯是起幾站了都擠起個了誒啦，伊是茶幫的嘛。然後我捌聽過人，特別我未記講那邊有啊邊幾個高速攏知啊，就人我那一間網絡還未攏知啊。真是真係固定，哪幾嚟？哪幾嚟？哦，我捌寫時看到，唔知大陸伊Penang monthly 還是大陸，上個是捌寫過，你講咩燈菇啊咩？我捌記。燈菇固定，我會記伊小，咱有看過小英學白小英，我會記。伊是好家人啊，跟我呢大間嘅厝。哦，我想講阿毛人。Udini House 嘛，叫 Udini House。哦，當邊個喎？還是拍到啦？王柱嘛對啊，對王柱嚟。OK，Royal Family 嘅，蘇丹嚟。誒，等陣我問佢，別人啊，除了人誒，即內特別夾邊咪叫人幾個數人，別人有咩叫咩梅人咯？咱個特別夾冇 ，OK， 冇不要緊 ，OK， continue講，嚟，要聽邦哥羅啊，邦哥羅，不過得為成個大間厝啊，有聽過幾個故事要講到啲邊嚟嘅。我好笑。哦，這裡是國安嘅咯，國安99間厝嘅，你聽過有？哦，嗰啲積啊，真係條去笑嘅，你個去皮本嘅，哦，你會講幾呢？都講啲佢都係細個。你啊，哎呦，真嘢會拉沙掉。誒，國安是到嚟啊，北海啊。國安嚟嗰啲。哦，你蒙特包 ，OK。啊，你蒙特包。交易。伊是。我就會啊，我人有見。係啊。哎呦，冇幾長㗎，哎呦，你啥物事啊？伊地尾係你 owner 是紅毛人啊。可能拍情哦，死咗啦明，伊都死咗中下嚟啊！伊幫嗰只古怪，中啊就是起樓梯咗，伊都死到喺中那邊咋。你講緊伊安怎？你過一無人加大咯。這是幾年嘅事？伊是1950幾年啊？1950幾年可能係死啊？啊，伊是喺你是。Scotland 嘅人就有 Royal Family 啦。然後伊而且伊個單班是叫 Caledonia， 真好聽。Caledonia， 然後伊人大嗰邊英國人啊，食久啦，頂個是唔知應該是鄭秋玲嘅啦，先 start 是鄭秋玲嘅。嗰個是伊就傳過伊嘅囝咯，囝就來大咯，伊囝是安怎啊？伊去教下你，佢哋人家查某有咯，佢人查某就是上間家庭的啦，係波嚟啫，唔知是波還是伊查某囝啦。你人有人講是人是 fall in love 啦，對啦。因為你講是佢哋嘅查某是會愛嫁予另外一個另外啲嘅，所以佢哋有自己啊就可能開情拍戲咯。即是 after 你條冇得一間阿毛嘅阿毛啦，我對啊，伊就佢只少年又咩接幾個啫。特別他我confuse 冇，你講到你我都得，啷你講嘅係一個，伊講伊個某另外隻某嘅是，伊是係一間阿毛嘅某是另外隻某嘅。如果是紅毛人嘛，伊人話就車住只工人咯，車家庭啦，家庭就都是。即是 before 死時啦，你是講 before 死時就是。before 死時，OK。一度聽講人有落咯，所以佢哋更加係像是伊嘅 boyfriend 啦。哦，對佢死。冇咁話，都開情開始啦。哦。把獵無本啦，佢出情就走，伊度死嘅樓梯中那邊啦。哦。所以為了伊人度。即英國人伊驚死啊嘛，伊人就激心咯，就對伊咁多啦，然後就背學別人咯。當起是伊人無正潮領啦，甲正係你愛班啊。然後就是甲間厝咧無人加大，伊教你教你彈啊，教你彈啊。然後也是你加節氣啊，伊唔是當個攞邊啊，有啲個。伊幫佢只大間，名咪我真係在講，你講我個人。Caledonia， 伊自己名是 Caledonia 啦，特別人家關係
叫講99嚟嚟啊！哦，所以99佢當今有睇自己多係啥物嘢咩？是就人 own 咯。你使頭自己啊，應該冇人管。偷自己哦，放掉啊！所以要寫炒面咧啊！誒唔係寫炒。伊有落啦，因為伊嗰陣時淨係你外班啊。所以伊有落自己，伊無講寫炒緊咗啦，是講你放嗰是放空咯，然後無人家大。我哋都咧冇有咩？我哋都。冇我是咪講，你講你看日期嘛，對，你 actually 你伊個啊，等陣我看一個 article 啦，佢有迄個 Google Earth 嘅 link 咯，然後你會使日期嘅厝，看日期嘅厝嘅，所以會看樓頂樓骹頭前後尾邊啊，係了嘅。哦 ，OK， 我要去看，我那是講當叫我 computer 冇呢 unstable 咧，我就一頭斷去啊。你 Google 看講 about 這間這個99 dimension 咧，伊有迄個一個 Google Earth 嘅 link 嘅，所以你看，一來面是長長咧啦，就破咧。哦，所以冇是叫99dimension 啊，伊愛幾叫 Ramsden，伊會望到啲咱嘅 Western Road 嗰邊，嗰邊。你當見也是我頂過去先呢，伊試到佢哋樓梯嗰邊啊，所以你。伊個就你嘅地個啦，是一條棒喺你見人家硬講嘅時候，應該邊咯。哦，有隻古怪啦，驚嘅你冇去過啦，你頭去過。啦。哦，驚嗰個自然性假期啦。你是唔是加？去樓頂啊？加博慶咗隻，你加博慶咗隻去啊？係啊，講這邊咧，你穿住人去嘅，人唔知。有人去咯，或者去，嗰陣時佢有十幾人去咯，佢冇去驚，特別。去那邊嘅，看那背來背去呢，隔咧別說嘛，風就吹乒乓嘅了。係咯，你聽到聲妹開冚呢個呢就。哦，一樓梯個，伊樓板是各樣啦，特別講英我仔啦，係了。伊幾層樓啊？6層啊啦。3樓呢，6層樓。有冇正大間。你一邊就有一人寫古怪嘅物件啦，咁樣 graffiti 啦，咁啦。你有冇聽過到底下邊嘅團內嘅鬼故事係咪？係你99嘅同學。我都就在你。就係講完大邊條提示特別攏。提示，我伊個靈魂就伫大嗰邊，所以大家我係你嘅地個，然後講，阿妹就咁樣走啦，唔加大。所以當今個有開地個啊，還是冇啊？伊是規個外班 estate 嘛，就有開地個啦。哦，係，所以是到底外班 estate 嘅位還是伊個辦個咯？要講你外班嘛，所以伊是講伊本冇咩加大股啦。如果那是聽到邊啲學嘅呢？即係 episode 是攏在講，或者99嘅同學嘅鬼故事是鬼真係起來講啫。就講攏冇聽過係咩物件啊？每是幾年前啊，伊個厝頂著火啊燒個啦樣。哦。你當然我唔知是個隔對嚟嗬，就講伊唔知咩事啦。有人出嚟啊，佢伊厝頂個放對去啦，等佢燒個佢哋厝頂冇噶啦。我每到對人到啲Penang Hill 嘅bungalow Penang Hill 人安置 bungalow 嘛，但我諗講嘅係 Brothers bungalow 嘅時候，嚇 Brothers bungalow，嗱講經佢嚟講嘅啦嚟嘅。應該去，你阿咩去？Kia Galusi 啦，講。你係咪？但我講嘅叫佢學校啊，佢學校是較平嘅。我上尾去大喎，我上尾去大，會驚嚇。你家去大隻人嚇？我就唔是人啦，我尋朋友去。我尋朋友去 ，OK 嘛？咱規定邊咧學嘅人，冇哎呦頂，冇我對伊是咱做一去哦，一定你攏講故事就對面。咱使嗬，咱使去一暝，你去咱去大啊嗬，你使咱使行去無上勁嘅bungalow啊，咱都甲人講嘅無上勁鬼故事。Penang Hill 巴魯勁學校呢，就Penang Hill巴魯勁學校叫Penang Hill表學校啊。伊樓頂啊，無人學人大啊，啫。喲！啊，你叫咪話搞到去，叫咪話搞到去。唔講嘅啊你啊，就使朋友係勁嚇，就使一隻水嘛，一做嘅啦，隻水就 modernize 伊嘅學校是唔是？冇嚟冇 modernize 就冇關啦。哦，唔是一間，環境炒嘅事。哦呀，哎呀，我唔係。
樓頂你實行去看，特別無人家大，無人大。哦，最近是蝦米學？最近是蝦米班個咯？還是學邊校？間喺 Bellevue Hotel，哦 ，Bellevue 㗎係你 Bellevue Craig Hotel 個冇上嘅。無相嚇，即係即係古仔名嚟。加倍版本嘅啫。即係都未大啦，伊是。哦，特別少時學，伊學人當然是阿冇人大嚇，就人在大邊。坑掉咧，話你我坑掉啦，冇睇到，冇人做成了。你使去看啦，你使去看。伊是學政府也去啊咯，學政府唔知做咩啦。伊唔是紅景只水嘛，伊你看落去，伊紅景。啊對對，啊 Bellevue Hotel， Bellevue Hotel 看到紅景，只水，伊幫佢哋唔知你整個Jordan啦，係啥？伊係你啊。邊做一個，我就依個基建啊，啊，就依個基建。誒，你講下羅經㗎啦，冇開啊，而且羅經是上一間嘅哦，上一間嘅。你講一間叫做 Craig Hotel，一間叫做 Bellevue。哦，冇相。特別你到 Bellevue Hotel 時，你看到 Craig Hotel 咯 ，because 伊較貴嘛 ，Craig Hotel 較貴嘛 ，Bellevue 較貴嘛。哦 ，OK，你看到啊。了個特別羅經本冇做成呢啊，羅經本琴咩啊？冇，邊啲喺Bellevue Hotel做成呢？特別樓頂冇水可能嘅。哦，樓頂是真出名。E&O Hotel 嘛是有貴嘅，E&O Hotel。我就跟台 E&O 嘛係哇，但係會你貴嘅啊？啊，貴嘅叫。你講下咪 E&O 係咪貴個數？啊，冇貴啊。我講過嘛，我知佢哋阿 Shad 嚟房間嘛。你我冇聽過，我冇聽過，我到底去聽你咩國家貴嘅你告訴你隻 episode。嗰時啊，我咪是做阿美年人嘅 stock 嘅告訴咯。冇我聽，我以為你講過嘛，你講過吹到一磅唔是？對，吹到一磅啦，吹到就是一房間有伊舊衣啦，伊包破啦，伊舊衣個幾刷呢？我能夠出來咯，出來個。喂，舊衣個其實我冇聽到，你點知冇講到？你講你開直直冚呢？樣 hip 是開直直冚呢？對，我能出來，落去啉茶咯，起來時，伊沙發度鎖㗎了，冇上多仔。呀！所以人買 continue 咯，然後就講我整對厝啊，所以我去吹房，冇啥冇數，唔知數啊。是家己洗，你就能接伊啊！你係一間殺雞接路啊！然後就是奇怪，我通常冇呢，家己洗隻接房，嗰時5點幾個表緊啊，阿妹是唔介意咯。啊，大多是去看你狗啊，有隻水嘅。啊，我知你狗係房。我大家去看，又變過來都是一房啊，冇水。安尼真嘢啊，吹冇的，大家冇人知。變過來一看一。阿 Shad sakit 伊名寫落邊，1931年死落個邊，又無人管，無人係咪個拉三啦，說是伊來喎，然後我第二個對嚟個講，講除掉啦，死啩，一看古啲物件，係你講嘅啫，即係頭先講咪得件hotel不嚇，係你 Bellevue 嘅樓頂。Bellevue 嘅樓頂嚇，你講樓頂，伊是無水學人本，啊，伊無水，如果係水，你講去大，你講講啊，哦，會使啊，會使，伊隻水 actually，伊隻大間佢聽，佢攞嚟扒嘅了，哦，啲都，當係嘅嘅了。阿妹你聽到人講話嘅啫。啊，你迄度是真出名，大擺有聽到人講話唱歌嚇。哦，唱歌。我哋嘛是有人唱歌，唱阿嬷歌有得啦。哦，唱阿嬷歌唱唔知阿嬷鬼啦，阿 Shad 是阿嬷嘛。啲都都未有啲都。我明明講兩仔你 adorable 嘅故事。哦。background 先。對 adorable 就係你 butterfingers 嘅朋友。對。當在啊，咪告訴，butterfingers adorable 啊，講伊想伊長咧，把肚嘅一條路咧，即起邊，伊隻慢慢寫落本書嘅後生講，伊死到朋友啊，你 continue 直起個。嘅格頭嘅防水就無好呀，就多呢嘛。你把路背下架嘛，又起唔知。你講本書啊，一間啊。本書啊。แล้ว冇你唔是別下架。
啊，貼起啦，你本書啊，已經係 adorable 啊未貼起。 adorable 哦，OK， adorable 貼起啊嘛，就一年啊嘛貼。แล้ว Robert 是佢哋滿嚟俾啦，對。我伊是向海邊嘅。呢度係冰嘅，哦，係叫冰。有見有隻鬼嘅，對，其實嘢。啊，你就出名對。我係見有一班嘅時候，喺邊啊，啲計落邊啊呢。有一班嘅時，有人起來，有人提起來做 something 嘛，特別做未成本。有一班 after 伊隻字你無用嘅用 Q 手成日做做成之後，人隻行嘅所在，特別都是未成。係 homestay 呢。有都唔制，你告訴我啊！阿炳，你冇聽過未？告訴我。我爸告訴咯，我爸告訴到阿炳。我爸，我特別唔記記，我真係呢，特別能講幾個數唔記記。你冇你爸你時，你講你爸少少咧，我拍細漢呢。คุณตัวที่ไอเกีย對，車起來是伊，對，樣一定到啲，嚇，一直แค่เสียบิวที่ไอเกีย伊人是คุณจะปังเก่งจ้าที่係คุณจะไอเกีย對咯，滿嚟俾啦，對啦，佢勁啦。哦，有時聽講是無頭嘅鬼哦。無頭嘅鬼啊！唔知是佢哋日本那邊站頭嘅啦，佢嗰時日本那邊嗰邊站人嘅頭咯，就住人死咗邊度邊咯。滿嚟俾只上嘅嗰邊，貴嗰邊啊，你拎就是頂個蘇南米時啊，不是掉嗰邊嘛。掉啊，貴人死，一貴好個才佢哋囡仔查某啊，佢哋阿婆啊，伊幾奇怪啊！伊冇出現咧，咪幾難知啊？啫，你啊，伊幾日啊，到海英啊，佢蘇南米啊，搶佢啊，佢搶對嚟喎，冇死啦，哎呦，打嗰個大漢死佢嘛，然後伊出波多呀，伊說伊名本病，伊本病係蘇南米啊，名啊，嚇，伊名病蘇南米咩咪名字係咪幾啦？哦呀，好真嘅喎。所以伊是安怎到底合併呢？伊是人去食飯，還是伊大合併？冇伊嘅爸爸大邊唔知白鬼子係咪啦？所以把就到啲拿係咪咯？哦，你伊拿鋪掉啦。鋪掉，不過冇點喎，真奇怪啊！哇！那有幾人被搶下架，全部咯。但係伊家嘅 baby 啊，搶咗下啊就會啊！誒爸爸將咁走啦，誒 baby 嘅拿。個搶啲嚟，冇數啊！已經啊。嗱，我看這，我有一個小報講，本少 house still around, adorable, a bit distant after 本少not Moonlight Bay 冇相位 ，Moonlight Bay 是 further down。定估啊，你 tsunami 是到啲 Miami Beach 位。對 ，Miami Beach。嗰陣是唔是佢哋定估係你咩入啊？你辦興啲病嘅 manager 大啊？是唔是咁驚啊？是哦，佢哋嗰時是落來咱聽過講一個 adorable 嘅名吧，咱唔知講伊個故事嗬，就按照起嘅掉，或者咱都俾佢吹啊，或者真嚟咁樣講，我話曬伊隻就是有淡薄故事，不過佢隻 unique 嘅喎，你嗰隻出名喎。你兩我未看，兩捌聽咧，迄個翁講到啲布勞迪古斯，唔是你人嘅所上半山布勞迪古斯，你迄個一粒多嘅。布勞迪古斯啊，有咧愛人嚇，有啲人都講嘅嘛，都講。我聽講佢是隻啊，嚇，後面幾個數攞乜跳佢攞乜錯斷去哦。佢傾上面，你是講你半山邊啊？你冇講係沙瓦拉邊啊？冇，一隻 island 啊，到啲等用啊，到啲你乜都飛嘅，嚇。佢打到格拉麥嚟啦，佢哋。打到格拉麥。係咪打到格拉麥？意思你話打到講嘅。打到講嘅，反正打到講。安怎叫做打到格拉麥？伊名叫做打到格拉麥嚇。係你打到嘅名叫做打到格拉麥啊？打到書嚇，打到。原來伊望大到邊嘅。對，我捌看過隻 YouTube video，樣去嘅時候看到有隻網喺邊。真嘅啊，伊是大嘅邊嘅啦。有網嘅嚇。然後你也是無情性啊，你安怎過你全部過未夠嘅。我 try 嘅本過未到，伊海水
养都强那边。แล้วว่ามือรู้但是别个看就加上紧紧呀。喺你打喺你打到講唔是喺你帶到合併嘅人誒，冇像誒，伊是 separate，伊個就打到講到合併了，伊個就嚟可能帶到啲合併嘅。哦，對啊，像伊只就是嚟只啲，我都去，แล้ว伊有你是唔是冇像人嘅？唔是喺你人變咗打到去，變打到講去啊？唔知我真係講真係雲南大嗰邊嘅乜啊？伊咪做克拉麥，所以我格拉瑪是講伊人是雲南嘅名叫嗰啲本親人叫格拉瑪啊。或者講是媽媽嚟啊，究竟？哦，媽媽。媽媽嚟。แล้วOK，但係我呢 direction 就我俾聽講人講學堂嘅嘛，係嘛？學堂嘅鬼。有成講，但係講到失蹤嘅 Free School 啊，仲領啊，我愛聽啊，嚟。仲領係你，人嘅禮堂嘅你啊，就是嘅你無頭嘅鬼咧，冰炒冰嘅咧，鬼炒你日本冰炒冰嘅嚇。針頭嘅，負責針頭嗰邊。但到鬼嗰邊啊，按照翕相影啊，搞了相影翕唔出來啊，唔知咩事啊。你百度啊。人係咩百度？係大禮堂啊！我不翕喎。伊刮掉伊名啦，都翕啊無個了嘅，翕袂出嘅，大伊翕嘅名翕袂着，搞了唔知事。你是講你先生 office 為樓推落來嘅時候，先生 office 落來樓推。office 啦，對啦。了，伊有一個大件嘛？對。又伊學生嘅名啦，死嘅咁樣名刮喺邊咯。係咪？我唔知喎，我未記。係咪？係你唔是？係訂到日本兵超市嘅學生嘅名嚟啊？嗰啲學生嘅先生。先生名嘅刮。你是講伊件後尾係一啲啊？後尾條啦。哦，我唔知，我唔知嚇三百哇。阿龍唔知阿龍。冇人注意，特別你愛翕相都翕袂着嗰行嘅啦。阿龍都知啊，並後尾名是死去嚟人嘅名。確定，我真㗎，聲真奇怪。哈，按照阿龍冇聲。到你真係冇人加鬼嘛，就拎。唉，反正唔知，就自人嗰人知嘛。係咩？我未必記啊，我未記啊。係你是成個講樣訂到一本書是拍死學生伊劇掉名大邊做紀念。學生嘅先生名嚟，迄個件多正咯。我成個唔知咩 sponsor。所以講你件本身是有鬼嘛，講你件是因為迄個靈魂，嗰啲後尾單了。啊，對咯。冇啥冇做去招件啦。啊，對，因為去招件話，你可用夜叉亂舞嘅，因為名嗰啲後尾位。哦，要死我特擺大邊照我咁唔知。好似你嗰個數地出名嘅嘛，講伊啲早起唔知六點幾無人嘅點先，伊一巴過來啦，伊讀冊，然後伊嗰邊橋嗰邊騎，即係呢邊禮堂嘛，咩照鏡，你看下塗骹有菜包嘅呢度，一行就一行唔是跌嘅呢度。嚇，對，一條路，一條路，件是條咗下底嘅，所以你看到伊件時，你看到塗骹有無物件嘛？特別伊看到塗骹有菜包咗，迄個菜包嗰時用你青色。用日本兵嘅年代，迄種時時哦，你澎湃，成個你澎湃做嘅菜包啦，伊好揸隻菜包啲兵咗，係咯，伊隻兵頭一看咯，係咯，看到有人啲抽波位，你抽兵。哦，啊，有一個一啲故事咯，我讀嘅點先。我冇咩記啊，你有小姑啊。係你伊個件是向你等，是向外口嘛？向外口。向你等嘅是迄個名是向你等。OK。但是佢一看袂到，你家己影咋？哦。到得拜禮拜就冇人加鬼嘅餅嘅。我可能細佬死6年啊，我就攞夾佢一換件啊咋？我嗰陣我唔知啊。我就唔知喎，我就睇見。你對以前嘅老師嚟看鬼。我就特別，我不對佢佢那打我嗱你是我佢咪做嘢咯？我使吹小英可能講我不到下邊教我朋友翕小英個到底，是唔是翕掉幫物件嗬？你我唔知講。你等臨面你告訴我朋友大病嘅事，我不聽過，不講過一定到。特別你讀了係你
仲領過係咪幾個數度咧？係一啲件。我知你幾件是做咩你知？伊幾件是風水你知哦。伊吼 because 哦，用特別外口啊，日頭入來吼，伊後尾伊死去啊人，搞到就陰嘛，所以伊袂使吼日頭旺來照着伊，所以特別係驚吼拍伊個陽氣出去外口嘅。顧一個風水咯。洪水過另外一個，你識伊你定就意味咯掉下，一個，伊名甲名真啊，意味真嘅。是啊，特擺暗。講洪水過一個物件，咱係大門接嚟咯，大門接嚟是，伊大門接接人看車接嚟是，你看到有一個，另外一個教務處嘛，另外一個先生 office， 哦 right side， 先生 office 同，對，係你一隻 block， 我知你大兵往拍字。古早是樓頂是大邊嘅，樓頂是大邊，嗱樓下是先生 office 對。伊講到有你寫條 sponsor 嘅名嘛，胡文嗰條胡文包別啊，寫條伊 sponsor 嘅名嘛。特別伊個洪水無好嘅就，所以因做一個真正無理數嘅名，就是伊有一個潮燈炸咗啲名咋。哦，你唔知咩？你當然看車這件事，你看唔到啲名㗎。你是講伊是跟住兵滴去，就是去近啲呢嘛，對。啲啲佢哋人哋啲啲成貴科學館嘅，圖書館加科學館，加落去就是近啲咯，伊就是啲倒手邊嘅咯，到啲倒手邊有佢哋，伊是石啊，你看，伊係隻 granite， 唔是，伊係隻恢復式嘅石嘅 building，當然少有啊，因為貼起啊，固定個，佢哋 office 固定個，係你外口你唔知固定個啫，特別頭先有一個潮針驚炸掉嗰啲名，伊是炸係你名就無好，數下咪數伊名無好，伊是 sponsor 嘅名，你唔知是，我唔知伊是係咪。你身份都唔知係咪身份啦，伊是 sponsor 嚟嘅，所以佢哋 building 是 named after him 啦。係咯，你講看只貴咧，常常看到伊名嘅人啊，唔知係出數啦，洪水啦，所以因就是唔知出幾哪兜嘅數啦，你洪水啊，就再次漲價啊，因所 decide 講，哎呀，冇啦，人炸咗伊名 ，because 人 sponsor 你 name after 你，唔應該冚咗人嘅名，真係冇理所謂嘛，特別要就嚟咁炸咗伊名咯。OK，because 是 kick 啦。你動力啊，自己啊，洪水啊，只吉利嘅。係吉利咪睇你後尾一個證入邊，卡拉車人聽講啊，令到我嚟邊一佚佗你靈魂錢到啲邊啊，啲你講嘅。嚇，佚佗你講嘅了，然後伊人有一個，要麼是講咯，梅掉是梅掉，伊個人講我是做正掉暗時啊，到啲倒落啊，講嗰啲卡拉車後尾係未漲嘅，啊無咧，唔是卡車，你頭前嗰啲嗰大梅入來喺邊邊啊，到時漲落掉掉死，你看你講。青紅衫嘅查某，你一個人當然騎了狂往一頭，哎呀，驚死我！唔知哪個聲啦，人講啦，是講佢聽唔是俗啊，是講早起我問你驚嘅啦，就說阿妹我驚死哦。你阿妹，近點係咪報嘅有嘅 library 位，得有嘅咪，佢你 science。library 頂過啲啊，有人嘅骨頭啊。頂過人打細啲啊！我聽佢冇，骨頭係點打嘅？人骨頭嘅咋？佢頂過幾啊？係你唔係 science teacher 㗎，講你是 Mr 係咪咪？一個名啊，咋？真正一骨頭啦，然後真正一人嘅咋？哦，伊是一隻骨頭，伊唔是成個當叫 replica， 伊是隻人嘅骨頭啊！你嗰是隻嘅骨頭誒，無是 plastic 誒。一件講過伊名咪幾啦？問講你後尾公益路嘅位啊，公益路後尾喺邊嗰先生宿舍啊，先生大喺邊咪是唔啊嚇，後尾喺邊會正拿到講啊嘛，學生就去學曬嘅。公益路你就係你到啲近啲你後個期嘅後尾邊 ，Form 6啦，你嚇 Form 6對。下邊唔是啊？是我不是我聽人講過咧，但係我冇聽過，因為一條江嘅嘛邊啊。江邊啊，嘛是有正拿到講。係單冇啦，對。แล้วก็มี等個，嚇，但係你講變成 free school 啊，博慶。啊，變成 free school 冇少貴嘅。變成 free school 你老啊，特別少貴啊。變成 free school 古早掉咯，係咯。咁แล้ว就有等冇少有。我睇仲領貴啦，同我講掉咯。呢個是日本超嘅事，人咪是多邊做佢哋嘛。แล้ว係咪告訴我聽啫？20年㗎啦。free school 嗰個告訴我係咪？仲頂過啊，到日本人嘅手啊，伊做 training center 咋？我收到伊做伊大名收下你
還啦啦，佢另外學生啊，到嗰邊做嗰啲阿咪練啊，嗰啲 karate 啦、judo 啦，係咪咁macam-macam 咯？係咩物件？做日本啊？啊，日本啊 train 你還啦，個另外伊兩無 train 等到嗰邊啦，搞咧還啦，更加到邊 train 嗰邊。哦。train 啊，你是 train 呢？成個小拍，安尼可能啊，嚇。training center 啦，伊放訓練所。哦，你有小英啊？我有只隻小英。喲，你使叫我啊，即個阿龍，你我會使下去到啲我 episode 先放了。OK， 使。我看咧下到啲我 episode 咧 YouTube 嘅 poster frame 嘅時下咯。係啊。啊。但係，然後佢一條線是到啲路，從零到一格。從零頭因為口嗰邊頭前，唔知。阿未至巴登嘅，阿未夾到巴登國考嘅。啊，對，佢哋特登接，佢哋車巴過來接佢。巴過來接嘅啊，你頭前。帶埋啊！你是講大妹嘅位啊？是你未插邊？大妹啊，大妹。有一道河落啲浪多啦。佢哋。哦，伊係咧照嘅咧，就成日見你看。灰色啦，灰色咗。OK，到底檳城 road 唔是檳城 road，到底佢係咧阿博慶講嘅係咧檳城 free school 嘅，檳城 free school 嘅。檳城 free school 咪是我仲領下邊嘅嘛？啊，阿會檳下邊檳城 free school，誒，真住檳城 free school 嘅嚇。總是檳城 free school 啊！冇檳城 free school 學生啊，講就 OK， 來攏聽下檳城 free school 幾個數，博慶你聽到係咩幾？我知本呀，特別冇咩去本呀咯。啊，有一個位是高底邊原來啊，你紅定格嗰邊嘅，嗰邊有一個，你若講注意行，就落當highway行就來，都關入去咗手邊一對紅定格咯。你注意看嗰邊格，伊把路過一個一個小英啊，過一個細細廟紅嘅啊。陽光嗰邊真係一伊物件，就是有一個查某抱一個囡仔啊。哦，我捌聽過啊，咱聽講我甲人講過，helicopter 去 investigate，helicopter 去 investigate，伊去看嘛，伊看特擺是看咩物件，但特擺看到一個小英那邊。你是講啥 email？紅定格係咪？啊，你講你繞歐邦邊啊？啊，繞北彎入來，誒，就落當嘅落彎入來是。注意看邊個有一個伊擺嘅，一張擺嘢啦，擺嘢，伊一個鋼鏡可能。歪記。啊，因為佢哋是 Rex， 你講係 Wrexham 嗰邊啦。冇啦，冇，唔是。我講未葡地咧，葡地嗰邊。下尾邊嘅，下尾萬山邊啊邊。啊未，嗰未夠下尾萬山。呢就是冇行嘅咩咧？厝邊啊，嗱，自己。呢是佢哋一路當 highway，馬路是叫啊你咪。啊，個Passing Drive 咯，彎入嚟，都平啦，即係你正格，你看到你正平下，正平。彎到處啊，正平就是啊。啊，對，啊，你就看到啦。哦。因為 size 就咪全，你看唔得是幾大我不懂。邊啲 preschool 嘅是講有古早本是日本超市，本是樣嘛是多平。有人睇書本啊？哦，啊，有人睇書了真濟啦，後尾聽到人。考咯，阿妹是考咯，對喺度聲咪地響要在咩咧 ？Wrexham 嗰邊嘅地響啊！啊 ，Wrexham 嗰邊咪是有嘅啲 Wrexham。啊，日本超啊！大家住，只就住多邊，呢地是多邊啊！你針頭啦多邊嘅嘛，呢樣叫亂啊針更嘛，呢樣叫哦伊個頭起來一個棒到對度嘢擔嗰邊嘛。佢哋地響啊！哦，Wrexham是咪起大橋下邊啊？咪起大橋啊！你sekolah perguruan lah, tiup lah. 古早是即個生，古早是本是坐長人正好嘅伊個bungalow來，但係伊厝是把干那就伊干那村伊個 gate 夠低呢咯，你過伊個 gate 啊，你可以看到伊個 gate 呢咯，但伊個 building 冇噶啦而家，伊變到 Wrexham 啦。哦，對，個 Wrexham 有咯，把 Wrexham 啊，有。之期啊，大膽不是魔鬼插嘅㗎啦。啊 ，Wrexham 你睇咩數啊？我捌去過 Wrexham 我唔捌去只久啊。Wrexham 我捌去，等到我去是我去考車運動我去 Wrexham 去考。Pass or fail？ Pass 啦 ，of course。
搞搞错哦。是講我冇看到鬼，特別OK，特別我係爸是做先生，所以伊人捌去嗰邊去讀冊，去 training 到喺邊 Wrexham 嘅。我係爸哈，搭架車，等住問啊，搭架車去 Wrexham 嘅，好了。了所以 Wrexham 嗰邊本是 before， 即係是 Wrexham 嘅時都是有日本兵退過，即係邦哥啦。所以黑市是條成日睇只人是黑市是唔是做 digital training 嘅事啦？冇。Before that 啊，邦哥嚟，邦哥咧特別。唔知有小英啊？我想我未 imagine。I mean of course 是隻股啦，唔知有啷捌看過成個小英 Wrexham。before Wrexham 嘅時邦哥啷捌看過？啷捌看過小英歷史嘅小英係咪啊？先是看到伊幾年，伊幾高地咯。去年個了就是冇看到啦，特別冇人把寫過伊個故事啦，後邊個是邦哥咯，但有伊個 Chinese garden 嘅多啦呢。แล้วก็มีโอตังกว่า讓有幾個當邊嚟嘅？Facebook 時鐘同零是加不出名咯。時鐘，但係冇講你時鐘嘅幾個事。嗰隻就是講本 live stream 咯。講本 live stream 冇是古早冇是。即係你個嗬？啊，你個要，啊你阿毛你個啦。阿毛你個。所以你看到一邊邊個寫過嘅字。寫咩？你冇是。就是古早是日本手樣關嚟手翻到嚟面嘛，然後伊人有咧寫嘢字左邊噶，伊邊邊佢看到無？你是講伊人寫，就是講伊寫伊像掉關了嘅人劇寫物件都啲表啊，但係你咪令你會唔會咪令我可能去超？冇，但係即係我嘅伊講係 contact stream 啊，我負責是 sensitive 嘅。冇貴，先生 VS 貴。伊有淡薄 link 啊，上本啊，因為這個是日本發展嘅地方嚟嘛。Then 我人有聽到一個 rumors 講，我人嘅 school hall 啦，有一個只大嘅 stage 嘛，所以 stage 下咧有一個 linkage towards 下咧一個 tunnel towards 下咧 Commonwealth Street 嘅。And then from 我聽到 from students from Commonwealth Street ยัง有講過ยัง有一個 room that is forbidden 別使接嘅下咧一個door 啦ยัง有講過 something that related towards 一個 tunnel so 我有嘢係 tunnel 有傳過就是因為我會感覺到下咧 hall 裏面伊 stage 嘅卡是真正因為伊 stage quite 大我把唱歌到你 stage 過，我把到你 stage 唱歌過。咪都有 renovate 過啦。特別攞乜聽過？Then，你佢哋個落個出嚟，你聲，你OK，哎呦，แล้ว特別你攞乜聽過咧？但係 rumor 過即係目前加咁樣，攏實做係 heritage 人。聽過，但係冇看過。所以冇人 confirm 過啦。所以唔知有嘢啦。你捌聽人講，你唔捌講 confirm 過。聽講啦。OK。แล้ว Common Street OK， 你是講ต่อ講即咪令。我個 encounter 過另外一個 experience，就是有一陣嘅時，我常常是到學堂食 camping 嘅，because 我有 training 嘅時，係咪物件嘛？So camping 嘅時，我會困到classroom 裏邊嚟嘛。然後有一道暗嘅時候 ，all of the sudden 我好像聽到一個人講啦，像high pitch 啦，就是查某聲。然後我嘅 school 是 all boys school，so 無人玩嘅。冇可能查某。就是 something 成 high pitch 咯。Then 我諗就 call 嗰啲 members 出來。就問看蝦米人講咯，and then 無人 admit。then 隔了人有聽到，但係無人 admit。都有這種嘅 experience 過本咯。你有冇聽過你到底 sensitive 是人想，特別你在只學生，一個 generation after 一個 generation 直直講亂學堂嘅幾個數，嗰種 classic sensitive 是幾個數上面呢？
伊打能啦，还是有个别哩？有听过的，就是因为阮有当母诚济活动像 statue 安尼嘛，所以有的人讲过有看过叮当啊这样。哦，大家有当母有当不一样嘅嘢講。佢哋特別食嘅成 porcelain 嘅嗰啲statue 啊。嚇，你 statue 是你人嘅 statue，還是你成個你仙嘅 statue？人嘅 statue 嚟。所以成個咩出名人？一個查某攬咗一個另外一個細漢嘅囡仔。哦，伊是壓嚟嗬，伊成個 sculpture 嚟嗬。伊是 sculpture，特別我唔知伊是係咪啦。咩 significance 啊？嚇？唔知咩 significance 啊？伊告訴啥物都唔知啊？即係比隻菇，到對成成比隻菇咧有嘅啦。有誠濟尊嘅，即係安尼款嘅 statue。OK。OK 啊，แล้วก็有蝦米學堂，但係我講嘅但係我唔是有講到博慶甲咁樣，我講到到底你巴打店對面嗰邊，你是已經阿咪學堂啊？哦，你是57號咯，57號咪教你收咯，古早是迄個是成日行定嚟嘛。哦，成日行對。啊，較早有捌講過啊，有迄個而家是到頂教伊會搖嘅啊。你我有投 CCTV 嘛，佢夾要做變臉色museum後邊嘛，所以我有投 CCTV，而家是到 CCTV 看到伊。你個幾捌看過啊？你捌看過？而家啊，我捌看過。你一定當先呢？當報價還是一定當怪字？冇啊，真係香啊！我買，我俾我愛看喎呢 video。I think 2013-14嗰陣時，museum 有嘅嚟做可能暗暝嗰邊困嘛。嚇，做可能貴多下面咧，呢？啊，困啊 ！I think 有辦過幾年，幾年，夾尾一年 I think 有啥有發生事哦。哦，咁啊，普及發生。過來就冇辦嘅咯。哦。樣去大人暗暝有看到物件咯。哦。嗰時嗰啲有一個客，啲個大輩嘅，伊冇講過，講有朋友啊，伊個迄個悄悄辦啊。你看無風嘅，特別伊家己行來行去。悄悄辦係咩？悄悄辦是。伊是成個人見啊謝咯。這 kilo 呢？你會聽到嚇，你看即係，如果你只動嘅嘛，你風吹冇味嘅，但都有人知道啲味嘅搖嘅嘛。哦。啊，你行看到暗暝時搖，你啊無伊度看到講有白婆，你冇聽到人白婆啊？聽到聲，白婆啦。哦，白波唔是白駝，我成個 rabbit 波，白波杯啊，白波杯啊，哦，那就是就是聲咯，囡仔係聲啦，然後查某幾孝啦，你看呢哦，哦，如果是成你家定你死多6年嘛，死到後邊病噶啦咧，加包病咯，你行去看你會知影暗嘅，知陰嘅，你唔係會感覺哇，心頂到病嘅啊，真係你真香嘅，係真香。別人講咪學堂，歷史我咪知學堂嘅幾個，告訴冰花特有啊，冰花，後尾你直磅，後尾就是磅嚟咯，後尾就是磅掉咯。哦，真係意味，所以查某學堂啦，真係意味。哎呦，死我使我出嚇！แล้วแล้ว我不聽過，你叫叮當唔知 maybe 我哋都會記。有一個人捌起來講過，講伊到底伊個變化後尾是伊點樣車南邊嘅什麼 something about 幾個看到 somebody 我未記是裝啊，是日本佬，伊唔是日本佬 ，somebody 隻股變咗學嘅人是講過嘅。南西你會記哇？啊，你朋友嚟。嚇，我朋友嚟對嚇。唔是優秀啊！你哦，優秀是做我直是優秀嘛，唔是優秀嚟。有伊講阿咪去拍病面，嗰時看到電車北邊嘅，就查某冰頭啊，對，我想未起是出嚟。嚇，我本上未起嘅喎。嚇，拍白冰燈啊！我哋都講。嚇，對。伊拍平面燈是 because 你等水，嚇，即係你學燈嘅，意思就用嘢你燈呢邊嚟拍平面燈。你即係學燈就搞水拍人拍平面燈嘅嘛。แล้ว伊到底伊當面看到是車南邊，像有隻人咧，伊講邊個來邊就驚人嘅。啊，你都冇 proof 嗰時估。對啦，對，是講可能係人家拍看嘅。佢人家排特別好，嗰次就是
到時就是阿面，這是我嘅朋友啦。我冇乜嘢見住，我講句就是個呢度啲你個 garden 你大嘛。catechism 係先咯嚇，係你我就冇聽過咯。特別伊無教我講啊，特別我家己去，我家己驚啦。因為伊講樣常常特阿妹點嚟各一枚喎，然後無行啦，無人特別啲講，伊有內校，伊有一後生一查我嘛，我會記，比較教伊樣較細漢嘅我淡薄，所以。我講要死咯，那是大正袂驚咩？因為咪是你講驚是樣特別念經啊，我直接叫你 priest 你神父來 bless 伊厝。伊講 bless 伊厝過啊，伊一站較正去，特別伊講是做對嚟。所以特別應該是這樣，特別唔知別你大你講你講啲人未必有無感覺咩？有關係啊，是有可能。特別學堂無像喎，學堂是咪你早起是只係學生特別。阿妹是完全無人嘅咋，對咯，嚇，所以你變咗伊個陰氣啊，真正重嘛，阿妹是，一變咗你成日講有你成日無厝大人啥物吼，你想去一個空地空位，你就是去遐邊無人時，你去遐邊成日去shelter 呢，去遐邊大休息嘅呢，你變咗當今迄啲就是去貴嘅 shelter，然後你就。你平時無人噶嘛？成日 actually 成日講啊，人講啊，你 church 啊，好啦，是你佛教嘅你等啊，你看那往時啊，本是只濟就是你，本是平時有人是只濟人 ，usually normally 無人是只空嘅嘛。嗰後面學堂嘅話，我想話學堂。我聽啦，你講啲學堂，我sorry，我問啦，點解嗱時我有聽講講嘛，講佢講佢哋，人講佢哋 sekolah percuma 啊嚇，係咪 sekolah percuma 係咪 ？translate 啦。哦，對嚇對 ，free 嘟。OK，所以咧，伊講嘢咧 speech day 是樣做 prefect 樣阿嘢咧後點會望。早起是阿伊後點會望，伊後點會望是大咧Aqua Street 呢邊嘅嘛。阿咪到底嚟 ？Aqua Street， 哦，唔是到底學堂嚟啊？哦，我你 MBS 入邊。Aqua Street 啦，唔是 MBS 啊。哦 ，OK， 你 Francis 喺望呢邊啊？哦 ，Francis 喺望，哦 ，OK， 我你始終你分享俾啊，對打演我邊看。對。哦，伊是上一個迄望 Francis 喺望。這物件是有影無影嘅。哦，我冇聽過咯嚇。我冇聽過啊，莫傾格咁樣，我冇聽過講 free 定咗 free school。我冇聽過，即係講是會嘅咯。free school 咪啊 ？from 這邊嘅咯，唔係 from 這邊嘅咯。我是把你 source 教我講嘅。哎呦！你講咩嘅？你講咩 ？free school。free school 哦，頂嗰時當經是咱嘅 State Museum 啦，頂嗰時 free school 大個邊嘅。我是講個樣誒咧 free 咩啊 speech days 叫講下。speech day 是成個講你就รับ你唔是你是你講你 church 啊？唔是 free speech 你就但你學你演講你哎呦未學講啦，學緊我係咪你講啊？master 啦，客精啊，你是講客精啊？冇啊！我講阿毛話你講咩 ？DFS 啊 ，speech day 啦 ，speech day 講阿毛就是 speech day 嘛，講咩阿毛 ？speech day 係咩物件？我冇明白。speech day 是你 describe 下你知道啊？係咪？我哋會走成啊！啊，你咪走啊！OK，感謝 ，OK，感謝，大家聯絡啊 ，thank you，good night，交感謝啊，คุณเนี่ย講咩？你講。冇，伊交點聲伊要困嘅。哦，你講查你成績好咧，是你啊咩有通去大嘅 prize 啊？即係一年一道嘅，還是特個節嘅？你一年一道嘅。哦 ，OK，所以樣誒你，我唔知這是唔是 rumor 上面啦，嗰個特到樣誒你學堂嘅 speech day 是樣誒 prefect 嘅了，你就愛早去嘅後點去望，後點去望就是大你 Francis 嚟大嗰邊嘅位。客精啊，叫啦 ，Reverend 客精，伊特10個唔係幾好啦，伊人家幾個病啊。哦，那有影，那伊講，
嗰時preschool 嘅學生啦，你人聽過先呢？你啊，你後晝俾佢邊個啉champagne嘅咋？你背背是平凡啦，後晝都冇呢個，因為當然啉下啲 orange juice。冇本事啊！但你人去做，你看啲人放啲花到邊咯。都唔啱啦。啲頭啲後雕叫黑精咯 ，ram 黑精，一般是佢哋先 English 啲先 George 出隻伊是一樣嘅博士，OK，做啲博士嗰邊嘅 pastor 嚟啦，喺嗰邊教車，然後就算 free school 做就好，聽講冇想當見教做啦呢。咁算啦，當冇學細啊，學細啊，變咗就好嘢。係啊，嚟就講。頭晚我嗰一個嗬，發生莫慶走去啊，嗰一個我想到講有幾個物件就是，哎呀死埋mind去啊，得落嘢啊，意思好像。我等下咩？厝，對，我想到啊，有一間厝，伊是做啲廣納格嘅位 ，Gurney Drive 嘅位。我係姊嘅，不，我係一個堂姐吼，我係cousin我係伯嘅查某，伊嘅媽病嘅啦，伊甲伊做 cousin 時咯，伊一間厝是做啲小有頭邊個頂，我捌講過嘅，正伊是一bungalow了，伊嘅小當叫有叫你叫咱個看 Google Map try to 找看一間厝。伊是大間阿毛樓，聽到個當今個你 drive 個村到只阿毛樓，伊是我係你記住學大學平平嚇，我住學大學平。嗰邊。伊當今寫是爭得了。有一間是叫阿你綠 villa，就是到你跟你Paragon 嗰邊啊。哈，對。伊有一間，伊個是村你個啦，就做發展起厝咁樣嘅啦，一間無當對嘛。綠 villa 啦，嗰時冇咩看到，特別內面真正水。伊像個對面看啦，像 butterfly。對。有時伊是係你綠啦，你是綠油嘅，伊 family 嘅property 嚟，當然是無賠啦。佢綠油伊家孫家做嘅，佢爹是大啊，家是人嘅啦。係人家啦，佢爹馬來西亞、新加坡佢爹是大家啦是人嘅綠油嘅，人嘅家孫嘅。所以經咧，伊講比賽賠。因為伊是內面伊只最邊頂嘅，我係家生，我係自己甲我講，伊內面只最 art collection。真正水，佮只高檔只濟啊！尾是伊隨互一間像個英國查某大咯，有人有入過看過幾道啦，伊豆水啊，真係。就是我聽咧，就是因為 cousin 就咪屬於講伊刺激，就是伊去那邊帶伊嘅標誌啦，我 cousin 嘅標誌，伊買邊嘅，伊講伊嘅 cousin 條。真奇怪，講伊面只惡，伊無笑，搭倒穿烏衫、烏褲、規烏衫烏裙嘅，所以人只驚伊嘅。伊講伊面上只惡啊，特別看到是穿烏衫烏裙嘅。就即是我個 family 聽出來啦。嚇 ？Goth 嚇。所以我唔知係咪告訴，特別我是聽嘅講人只驚伊啦。嘅頂估就只惡嘅查某大過啦。嚇！嗱，你白一條我睇睇馬路啦，係幾只惡嘅。你捌跳過本啊？啫？我是跳過啦。maybe 就是我特別 maybe 就是我係即 cousin 講嘅你嚟啦，伊講只惡嘅，有穿惡衫惡褲，唔使惡衫惡褲。哇！超妙啊！但係佢係 cross reference 係歷史嘅故事啫。在這裡得 OK。講一個，講我把路我之前我為了我朋友到澳大利亞來，人是 Jews 啦，所以猶太人啊，叫我搭架車看伊猶太人嘅房咯，所以我咪去做前期就咪咁樣咯。佢打落嚟啊 ，actually Jewish cemetery 到啲 Malaysia 到邊呢個度？Jalan Sana
阿西那邊，頭前就是頂嗰是暗諾嘅 building 啦，佢就係暗諾啊，關嘅樓啊，嗰時搬走啦。一支講架樓落河時，佢支漸嘅架樓嚟。就是佢哋告訴，就是頂嗰啊，一人起，家境嘅安尼大間嘅佢哋 building 是講，伊就係啲 Chris 啊嚟拆入去 Georgetown 咋，伊樣是就講orang Melayu 啊，關人 Georgetown。แล้วก่อนซ้อจะยังอ่ะอุจิตาจิคีเขาเลย猶太人幫佢拍破嚟幫咋，所以人我講所以人有起航啦，然後大隻照人咯，照啊，每時隔得真嘅，隔得就拍架樓嚟。嗰邊有幫咩？我就想未起嗰邊有幫。拍架樓啦，佢咧啱到就多啦，你看準唔準啊？你咪誇所以講猶太人誒，到底得落去嚇？伊咧幫我想未起喎，伊是到底中落去咪叫你輸落去？This is in between Burma Road 同 Manchester Road 嗰邊。Bata 邊有幫咩？冇喺你攞住佢，jalan Azano Bintin，你俾佢喺中間發掉。頂得是叫話靠是乜嘢？哦，對，Yahudi Road，對，Yahudi 是 Jewish 嘅意思啦，Yahudi。啦，Yahudi 嗰啦，點會係 Yahudi 啊？誒，我頭腦上未掉，我睇你有特別 Google Map 未看啦。我只 Google 行過一陣。對。OK，感謝啊！講個平成อันนั้น咩咧？係咪點播正啊？唔認咩？各位聽眾，人講個平成跟我會唔會看這個先生嘅特別嘉賓嗰啲噶嘛？即係咁樣嗰啲噶嘛？咁樣呢個嘅阿威嚟告訴講講啊 ，before 我洗唔出。bằng sai講嘅一個阿威一個bungalow 還是屋頂嘅？冇俾講起嚟嗰暗咯，係頭前都嗰邊有啲環下磅嘅咧，冇人知咋，佢哋冇人注意咋，佢哋磅是真一時啊！大陸你講話 describe 下大陸樣晒啊？你就係暗咯 building 啦，你關咪40幾樓嘅啦，你頭前嘛是這樣嘅，一個佢彎入去啊，然後有正草係咪嘅？人面是磅嚟咋，只人冇知。一個人啊，是幾人嚟幫？即係借嚟幫嘅是攞嚟幫，是攞嚟是，這是乜嘅人嚟啦？聽講嘅人家煮上真好嘅，真好嘅，點解人大家邊個了嘛？人做這成個 neighbor 很嚇。即係好朋友嚟，然後每時人哋暗佬人去夾交咯，佢無事㗎，猶太人㗎，嘛都成個啦，排交咯，佢拍壞啊，佢做亂啊，然後就是人起哄咯，然後就是係報仇，就是和你。佢哋定名佢哋鐵嘅佢哋，呢是 Chris 嘅 handle 啦，symbol Chris 嘅 handle，佢咧拍架樓落嚟。因為帶到一個人啊，我會記。有啲政府就我啦，就佢哋人本是衰啦，伊咪是去佢哋手隻啲嘅掠錢啊，也掠到錢啊嚇，也一直去買字咯，伊咪買字一彈掉啦。唔知啲人講字咯，人知嚇。人哋講你買隻你錢，你賺你嘛，你去買下你人講字啊，掉落嚟幫佢錢咋，一無一去隻啲錢啊，掉數咯，你貴些，到家啲簽落去，規定車甲伊成個甲吹無噶啦，到講嘅嗰是無。哦，迄個人有故事嘅啊！迄個人嘅節目有關係啊！迄個人故事，我知你聽講嘅意思，我知你聽就是我唔知講伊有節目故事嘅。對，伊就是講佢頭前佢無讀書啊，佢頭前伊哋去就是去掠錢咯，掠錢啊！我唔知就係我想係講伊買隻或者錢裏邊嘅，就等於就係啲幫嗰個。也是幫曬袂使食啦，人錢啊，你買字個賺個掉白標啊！你講伊買字是做咩事？做咩事？甲伊錢冇咩關係？我就是講個伊後日賺白標有累了。係你買錢咩啲好白啊？哦，字是錢啦。哦，I see。幾好啦？然後就是
彈到你咯，彈到你迄個人個講，你要幫你錢，你無聽。我講聽即係博傾啊，博傾甲咁樣啊，應該家己開隻家己嘅 podcast，應該自己講數。家己開隻 channel 時候。嚇！攞嚟俾開隻 podcast，講輔導啊，share。這裡打就係講就 OK，啊講個這邊識，因為 because 我使唔出啦。我哋時間會加水咯。咁時各位聽眾收聽，但是講你俾老掉，你暗講焦啊嘛，你會使老掉。咱講面係另外一個話題，我未記啊，特別 check 看。你是講面？我唔知啊。第二 topic 我今日我 computer crash， 我 switch app， 然後可能我特別 research。第二 topic 是出國辦會 ，OK， แล้วอีกปีจะ講俾個當嘅人，所以未必要告訴講乜 ，OK， 今日這禮拜咧講個疾病性 ，OK， แล้ว你季節個在到底係，because 生隻股冇幾個數聽啊，即係講個聽就趣味咯，แล้ว個嚟先教但話一個哇，個唔夾講喎，即係個鬼唔夾嚟講你成日即係咪令過嚟講，禮拜咁你再見大家，拜。佢有到啲 YouTube 下邊嘅朋友，那是頂一禮拜人冇聽會告訴到這邊嘅訂只係出邊唔是出邊嘅訂看訂聽伊看訂有時有隻正嘅訂，有時很多老師就佢同啲咯，拜。